来看的是，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到立法院来报告着112年度的总预算。国民党来批评，这个国防的预算偏伤少，防疫的预算偏伤多。讲边境拢要解封咯，防疫的预算阁掠价845亿，讲这恐惊是要用政策来拔条啊卡。苏院长是来回应讲，过去3年防疫的经费是偏离的特别预算，明年无特别预算，所以偏离的年度的预算。讲国民党嘛有来参与着审查，唔通安尼指鹿为马，也就是唔通安尼颠倒是非。行政院长苏贞昌去立法院提出明年度预算报告，接受调研的检视。国防经费比历年高，比例是最高吗？对，历史新高。历史新高，错了吧，院长？接近100%。它是5年来最低哦，占 GDP 的比例，那就更低哦。112年度释出拢总编2兆7191亿，比今年度增加20.8%。因为两岸经济紧张，其中国防预算上烧水，拢总编4151亿，虽然比今年增加475亿，不过加新式战机采购特别预算，拢总5863亿，这当达到 GDP 2.4%。2013、14年你是民进党的党主席嘛？你知不知道你当时的主张是什么？我讲到3%，如果没有特别预算的话，你连2%都不到哦，1、2千亿、2、3千亿每年都用特别预算，你同意吗？财政纪律就混乱掉了吧？国防预算防讲编收少，防疫预算是防批评编收多。疾管署公布明年防疫预算新台币845亿，创历史新高。求国民党召集边境特别解封啊，敢讲是要用政策来拔条卡。对这件代志，行政院驳回，今年都是编第特别预算，实际上明年比今年900多亿更加少。明年没有特别预算，所以845亿编在年度预算里边。国民党自己参与审查预算，应该清清楚楚，不要指鹿为马，还要扭曲。总预算审查调研委员提函件出来，要来过好人民纳税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